从您年过50的那一刻起，有一位隐形的对手就开始悄悄夺走您的体力，他不会附带任何警告标语。反之，您会发现，当您试图从椅子上站起来时，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您并不是变得懒散，您的身体也没有损坏。其实您只是缺乏了一种身体绝对需要的关键营养素，用来修复流失的肌肉。此外，这一种经科学研究证实的食物很可能是您对抗肌少症的最佳防线。这是一种导致肌肉萎缩的疾病，影响住大约1/3的长者。我们必须阻止这种下滑的趋势。这一切就从您现在餐盘里的食物开始。有一种状况正悄悄困扰住全世界数百万名长者，这不是晚间新闻会报道的内容，在预防性健康检查中，大多数医生也不会主动提起。然而，在65岁以上因跌倒而住院的案例中，高达50%是由它造成的。这就是所谓的肌少症，即随住年龄增长，整体肌肉量、力量和功能逐渐衰退的现象。如果您已年过60，除非采取应对措施，否则您的肌肉量每年正如油砂般流失1%到2%。起初症状并不明显，您可能只会感觉到双腿有些微的沉重感，不靠手臂支撑就很难从椅子上站起来，走上2楼变成了一件累人的苦差事。某天您会意识到自己的平衡感大不如前，因此在踏下路缘石之前，您会犹豫停顿一下。但这就是没人告诉您的部分，以这种方式衰老并不是必然的正常现象，这是身体缺乏营养的表现。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主角，它具有独立扭转局面的能力，它的名字叫做白氨酸路檩。这是一种医疗专业人员、照护长者的营养师以及奥运教练使用了几十年的氨基酸，而您很快就会在一道简单不过的料理中发现它。为什么是白氨酸？因为它的益处不仅止于肌肉，它是启动身体修复肌肉的开关，而且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开关。根据2022年发表在老年学期刊 Journal of Gerontology 上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定期摄取富含白氨酸食物的长者，在没有改变任何运动计划的情况下，12周内腿部力量恢复了40%，这几乎是控制阻力量增幅的2倍。在这个故事中，力量的定义不是举重，而是能够不需他人协助自行下床、刷牙时能挺直腰杆，以及不需要使用助行器就能在超市里逛一圈。让我们来谈谈自由。我想跟您分享志明博的故事。他今年73岁，是一位退休的维修技师。有一年冬天，他在车库里跌倒，之后就站不起来了。在那之前，他身体一直很硬朗。这并不是因为他受了伤，而是因为他的双腿再次失去了力量。这样的情况让他充满了恐惧。他的太太不得不拨打119求救。因此，从那天起，他一直活在自跌倒的阴影中。志明博来找我并不是为了寻求什么灵丹妙药，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恢复体力。因此，我们专注于他的饮食，并加入了一种单一食材。这食材不仅便宜，而且在任何杂货店或全联都买得到，更富含已知能修复肌肉的白氨酸。稍后我们将揭晓这种食物的真面目。从今天开始，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随时在下方留言。为了确保您总是能收到我们频道最有帮助的健康建议，请记得按下订阅按钮并开启通知。
如果您现在正在观看，我想知道您是否认同我的观点。如果您觉得这部影片让您产生共鸣，请留言1。如果没有，请输入0。首先，您必须理解它是如何产生如此强大效用的。为了让白氨酸发挥作用，它会启动一个称为肌肉蛋白合成的生物过程。这个过程负责通知您的身体是时候增强力量了。随着年龄增长，您的身体对这个信号的接受度会自然下降，因此与年轻人相比，您的每一餐都需要更大量的白氨酸。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大多数长者的早餐都吃错了，这意味着他们错过了身体修复因夜间进食而造成肌肉损伤的最佳时机。正因如此，一天中的第一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那么我们即将揭晓的这道料理是什么呢？那就是最完美的早餐选择。它含有极高量的白氨酸，并且在那些以活跃老化著称的长寿社会中已经被使用了好几个世代。事实上，东京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周食用这道料理3次的70岁以上长者，走路速度更快，平衡感更好，跌倒的可能性降低了28%。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它的名称背后的科学原理以及如何食用。它的价格合理，制作简单，而且很有可能此刻就在您的厨房里。我们这里讨论的主角就是鸡蛋，它是大自然为了再生肌肉组织而构建的最精密的食物。几十年来，鸡蛋一直被误解，无端被指则会增加胆固醇水平或导致心脏问题。然而，哈佛大学和梅奥诊所 Mayo Clinic 等权威机构的最新研究已经完全推翻了这个迷思。在预防伴随老化而来的肌肉流失方面，没有什么比鸡蛋更有效的了。为什么是鸡蛋？主要是因为每颗鸡蛋含有约 1.3 克的白氨酸，这使其成为这种肌肉重建氨基酸生物利用率最高的来源之一，特别是对于消化效率下降的长者而言。此外，不仅仅是白氨酸，鸡蛋是完全蛋白质的极佳来源，这意味着它们包含您身体维持和重建肌肉组织所需的所有9种必需氨基酸。这对您意味着什么呢？您不需要购买昂贵的蛋白粉或营养补充品，您也不必每天3餐都吃大量的肉类，只需在早餐吃2颗鸡蛋，就能支持强壮、结实且有效率的肌肉发展。2020年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的一项研究实验，邀请了一群65岁以上的长者参与。每天早上，一半的人食用2颗全蛋搭配富含纤维的配菜，另一半人则食用果汁和吐司。12周后，鸡蛋组在腿部力量、平衡感和步行速度方面都表现出显著的增强，此外精力水平也有所提升，跌倒的报告次数也减少了。请仔细思考这一点。透过食用一份成本不到几十块台币的食物，您的站姿更挺拔，步伐更稳健，行动更自由的能力，实际上可以在几周内得到改善。现在让我向您介绍秀英阿姨，她是一位来自南部的77岁退休老师。她在花园里轻微跌倒，导致髋部受伤，结果她开始害怕独自走路。这种情况损害了她的体力和自信心。她的女儿向我寻求帮助，希望能避免让秀英阿姨住进安养中心或依赖药物。因此，我们从一点小改变开始。我们只改变了她一天中的一个环节——早餐。从那时起，秀英阿姨不再吃她习惯的咖啡配吐司，而是开始吃2颗炒蛋搭配嫩煎菠菜和一片全麦面包。有一天，她加了一点酪梨，虽然这不算什么特别的大餐，然而在短短3周内，情况发生了转变。秀英阿姨提到她的双腿
不再感觉那么空虚无力。他能够靠住手臂的力量，从阅读的椅子上站起来。最重要的是，他恢复了独自遛狗的习惯。所以我可以充满自信地说，这种高营养密度的食物确实能达成目标。以下是科学界对于鸡蛋的看法，以防您曾被告知它们对胆固醇有害。绝大多数成年人每天可以吃1到2颗鸡蛋而不会有任何副作用，特别适当搭配富含蔬菜和纤维的饮食。真正的威胁不是鸡蛋，而是肌肉的流失。这就是为什么这种饮食对于任何60岁以上的人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以下列出几种简单的鸡蛋烹调方式，以最大化其营养吸收能力。为了保护脆弱的氨基酸食物，应该用水煲煮或煮成溏心蛋，半熟，以增加体内的抗氧化剂，或是做成橄榄油炒蛋拌青菜，也可以做成迷你蔬菜烘蛋。这是一种方便携带且可冷冻保存的早餐选择。我还要分享一个比您想象中更重要的时间技巧，尽量在醒来后的1小时内食用鸡蛋。这是因为您的肌肉在睡眠期间已经进食超过8小时，处于完全耗尽的状态。这能在您的身体对白氨酸最敏感的时候迅速提供给身体。不要低估这一个微小调整所能产生的影响。虽然这感觉只是一顿早餐，但您的肌肉正在接受一个讯息，教导他们每一天都要变得更强壮。接下来我们要谈论一种在地中海和中东地区居民饮食中存在多年的主食，因为它清凉、绵密，且是一种疗愈食物。我们讨论的是希腊优格 （Greek yogurt），这是一种富含钙质，有助于修复肠道并支持肌肉的超级食物。每一位60岁以上的长者都应该每天食用希腊优格，因为您的身体吸收和利用蛋白质的方式与您拥有的肌肉量同样重要。希腊优格同时支持这两者，这就是它为何如此强大的原因。让我们来分解说明。首先，它是酪蛋白 casein 最丰富的来源之一。这是一种通过消化系统速度较慢的蛋白质，能为您的肌肉持续提供数小时的氨基酸供应。这对于经常长时间为进食的长者来说至关重要。根据2018年发表在《恶病质肌少症与肌肉》期刊 Journal of Cachexia Sarcopenia and Muscle 上的一项研究结果，研究人员发现，在睡前食用富含酪蛋白乳制品的长者，其肌肉再生能力高于为食用此类物品的人。隔天早上，他们注意到平衡感和腿部功能都有明显改善。没错，睡前吃希腊优格可以帮助您在睡眠中重建双腿肌力。其次，希腊优格富含益生菌，这是能够改善消化、减少发炎并提升身体营养吸收能力的益菌。这比您想象的更重要，因为如果您的消化道运作不正常，它就无法收集并将蛋白质、钙、镁或维生素等营养素输送到身体最需要的地方，也就是您的肌肉和骨骼。此外，我们接着谈谈钙质。单份希腊优格就能提供您身体每日所需约20%的钙质，从而促进骨质密度、关节缓冲和适当的肌肉收缩。基于这个原因，我总是问自己，如果没有强健的骨骼支撑，拥有强壮的肌肉又有什么意义呢？现在让我告诉您阿兰姨的故事。她今年82岁，是一位丧偶的退休花店老板。多年来，她一直饱受胀气、腿部无力和反复脚踝疼痛的困扰，这让她一次很难走超过几个街区。她认为自己的身体只是太老了，无法修复。然而，当我检查她的饮食时，
我观察到一件事，他在午餐后几乎不摄取任何乳制品、益生菌或蛋白质。我们做了一个微小的修正，他开始在每天晚餐后吃半杯原为希腊优格混合磨碎的亚麻籽、肉桂粉和蓝莓，这是他的新习惯。2周后，他的消化系统开始改善。他报告说，在5周的时间内，他的双腿感觉更踏实了。更进一步，在第3个月，他每天早上走路都不再感到疼痛，甚至每周都去参加乐龄尊巴 Zumba。Gold 课程协同作用就是这么强大的力量。一种简单且价格合理的食物，包含肌肉所需的蛋白质、骨骼所需的钙质以及帮助营养吸收的益生菌。以下是购买希腊优格时要注意的事项：选择原为无糖的版本，避免会引起发炎的隐藏糖分。每份蛋白质含量至少要达到15克，请查看营养标识。选择含有活菌的产品，以获得最大的益生菌效益，以及选择全脂的选项。全脂优格含有较高浓度的脂溶性维生素如特苯，这对神经健康和肌肉协调非常有益。如果您有乳糖不耐症，也不必担心。希腊优格的乳糖含量低于传统优格，许多制造商现在也提供由椰奶、杏仁奶或羊奶制成的无乳糖希腊优格。什么时候食用最佳？晚餐后或睡前30到60分钟，那时您的身体将启动自我修复过程，而优格中的缓释蛋白质能为您的肌肉提供所需的工具，让它们在您睡觉时也能进行重建。总结来说，如果鸡蛋是您早晨的盟友，那么希腊优格就是您夜晚的守护者。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技术，可以在24小时内逆转肌肉流失，保护您的平衡感，并恢复您的自信。在某些情况下，最重大的改变始于最微不足道的添加。奇亚籽 （Chia） 硒子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为被充分利用但却强大的武器之一。在逆转肌肉量减少和重建稳定性方面，它们特别有用。它们不仅无畏体积比米粒还小，而且将它们加入饮食中只需要几秒钟。然而，它们对长者身体的影响却一点也不微小，特别是在神经健康、发炎和平衡感方面。原因如下：奇亚籽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特别是亚麻次酸啦，使它们成为这些酸类最丰富的植物性来源之一。这些健康的脂肪在维持神经系统的敏锐度和反应能力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这直接影响您肌肉收缩的能力、协调性和反射时间。随着我们变老，大脑与肌肉之间的连接可能会变慢，导致半道反应时间变长，以及那种双腿跟不上大脑想法的不安感。2021年发表在《营养神经科学》Nutritional Neuroscience 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食用1汤匙奇亚籽并持续8周的长者，其步态速度、反射神经和神经肌肉控制能力都有所改善，即使他们没有改变运动习惯，情况也是如此。此外，这还不是全部，奇亚籽还是强效的抗发炎剂，它们含有高浓度的多酚和抗氧化剂，有助于减少关节肿胀、肌肉酸痛和僵硬。这是导致老年人行动能力下降的3个最重要因素。容我跟您分享荣福伯的故事。他是一位退休邮差，今年79岁。除了多年来一直受神经相关的足部疼痛困扰外，他还患有所谓的托步，这是一种缓慢且犹豫的步态，让上下楼梯和跨越路缘时变得危险。医生开了药物来缓解神经疼痛，但荣福伯的目标是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仅仅是麻痹痛感。因此，
他开始将奇亚籽纳入日常饮食，每天增加1汤匙。他早上把它们加入麦片粥里搅拌，后来他选择把它们加入果昔中，或者只是在杏仁奶中浸泡整晚。在3周的时间内，荣福伯察觉到一些相当惊人的变化。他感觉双脚与地面的连结感更强了。他在转移重心时不再摇晃。以前散步时小腿会出现的不适感也几乎消失了。发生了什么改变？奇亚籽含有欧米伽3脂肪酸，这对它的周边神经有益，因为它们减少了发炎，并改善了大脑与肌肉之间的电子讯号传递功能。这就是这种种子拥有的秘密力量。然而，Omega-3并不是唯一的益处。此外，奇亚籽是镁的卓越来源，这对放松肌肉和避免抽筋是必要的。还有钙，这对强健骨骼和稳定姿势是必要的。以及纤维，这对消化健康和维持一整天的活力是必要的。蛋白质方面，每餐约提供4克，以修复肌肉组织。最重要的是，它们非常容易操作。以下是一些开始食用奇亚籽的方法：将1汤匙混合到优格或麦片中，在搅拌机中将菠菜和香蕉混合，打成滑顺的果昔，用杏仁奶、肉桂粉和少许香草精混合，制成奇亚籽布丁，撒在炒蛋或烤蔬菜上。我建议每天摄取1到2汤匙，最好是先经过水合作用，也就是浸泡在水或牛奶中15到30分钟，这将产生最佳的效益。对于新陈代谢较慢的长者来说，利用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这能改善消化和营养吸收。现在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经过水和膨胀的奇亚籽会在您的胃中扩大，让您长时间感到饱足。这有助于您维持健康的体重，这是保护关节和保持精力充沛的另一个重要面向。奇亚籽是您每日沉默的守护者，每天保持您的神经敏锐、肌肉反应灵敏以及平衡感稳固。如果鸡蛋为您的早晨提供动力，希腊优格在夜晚修复您，那么奇亚籽就是您每日沉默的保护者。即使它们是这份清单中最小的食物，但对许多长者来说，它们却是造成最大差异的关键。因为当您开始喂养您的肌肉，而不仅仅是使用它们，当您停止责怪年龄，并开始与您的身体合作时，一切就会开始改变。也许您还没感觉到，但您的体内已经在发生变化。这是因为当您开始喂养肌肉的那一刻，一切就开始改变了。您的肌肉系统，它们不会放弃，它们正等待住结构的重建。神经呢？它们并没有损坏。简单来说，它们只是在请求支援。您的双腿呢？它们仍然有能力带您去任何您想象得到的地方。看来您一直缺乏适当的资源。让我们复习一下：鸡蛋是早晨的信号，能刺激肌肉生长和腿部力量。希腊优格在晚间修复骨骼、消化道和身体。奇亚籽是全天候帮助维持平衡、神经清晰度和控制发炎的保护者。它们结合在一起意味着什么？简单来说，它们不只是食物。您可以将它们视为一种策略，一个隐秘的支援系统，帮助您拼凑出独立自主的基础。不需要昂贵的膳食补充剂，不需要激进的饮食法，也没有任何复杂的程序。3种容易准备的天然食物可以融入您的日常饮食中，重建您以前认为已经失去的力量。现在请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今天是距离现在6周后的日子，您移开了椅子的扶手，再次站了起来。当您穿过客厅时，您是在大步走出，没有颤抖，毫不迟疑。
当您弯下腰绑鞋带时，您可以毫无困难地重新站起来。此外，您不仅是在移动，您已经在进步了。充满自信，毫不含糊，同时掌控全局。如果您想知道，如果我将这些营养素与一套能刺激更深层肌肉再生的特定5分钟运动结合起来会发生什么事，那么这段旅程才刚刚开始。我们下次相聚时再来讨论这个话题。当我们开始这段旅程时，如果您能告诉我您今天来自哪里，我会非常感激。请在下方留言。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不要犹豫提出。此外，请确保您按下订阅按钮并调整您的通知设定，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关注长辈健康的频道所提供的任何资讯。